台语真连长，愈讲愈简单。大家好，边边。系我小杰。又搁到咱咧讲一寡农业知识的时间。咱今仔要讲的是文旦。文旦这个物件吼，即马拄好是咱24节气的白露。白露跟咱有啥物关系？因为吼，咱有当时啊秋天到啊，迄个时阵咱中秋节咧食的迄文旦油啊有无？咱拢是伫白露进前1礼拜到3礼拜的时间去采办。因为这个时阵吼，拄好是天气转凉嘛。啊，迄个时阵吼，英国农民吼拢相信讲吼，油啊，伊去捌着白露水的话，伊挽起来食的时阵会较好食，所以会伫挖近白露的时阵来采办这个油啊。虽然讲因为即马农业技术有较进步啊，这油啊只要有色拢会使办。啊，毋过因为这白露伫咧中秋进前，所以这白露采收啊，中秋进前卖油啊的做法嘛是到即马拢有在保留。是讲这油啊吼，毋是干那办落来就好啊哦。你办落来了后，你搁要互伊一寡时间去吸水，就是讲你爱放伫较通风的所在5天到10天的时间。这段时间啊，这油啊伊的皮啊，就会浅浅的青色，啊变做是浅浅的黄色，啊伊的外表嘛，因为这段时间就变作小可了了，啊内底的果子啊肉就会变甲搁较甜、搁较香，因为伊内底的水分就散开啊安尼。是，咱讲到油啊吼。伊其实是一个较宽的定义来讲，啊，咱定定接触到，可能就是咱伫中秋咧食的文旦。啊，你有通看迄文旦吼，当然是咱中秋安尼食到安尼酸味啊、酸味的迄种果子吧。其实吼，伊内底营养素足够的。譬如讲吼，伊一个油啊内底吼有维生素 C， 啊，佮有维生素 E。啊，佮有钙质，一粒文旦内底吼，其实伊佮有足侪膳食纤维量，食一粒会当提供咱一天人体需要39%的膳食纤维量。啊，毋过一个食一粒可能会。啊，你当然这是一个比，譬如讲是安尼啊，因为吼，其实吼，你看油啊吼，伊一粒油啊，一个人安尼分咧食，啊，你吸收一寡，啊，佮食其他物件，吸收一寡。我确实是会一个人食一粒迄款的啊。你一个人食一粒，安尼最厉害呢。啊，毋过文旦拢细细粒。对无？安尼叫细细粒啊！我看到拢安尼尔嘛，对啦对啦。无，大家人食量无啥物共款啊，所以咱来尊重。啊，毋过你若是讲到这文旦的产地吼，其实咱较知影应该是台南麻豆的文旦。啊，毋过其实伫咧台湾啊，北中南部拢有伊的文旦的产地，亲像伫咧北部啊，就有新北的北里，啊苗栗的西湖。你若是到中南部，就有云林的斗六、嘉义的竹屐啊，啊台南的麻豆甲下营，甚至是东部嘛有哦，就亲像伫咧宜兰就有。伊的东山、花莲就有玉里，佮有水尾，啊，若是伫咧台东就有这东河，遮个所在拢有出产文旦，啊，各地出产的文旦，伊的滋味嘛有小可无共款，大家嘛会使去买来比较看卖。啊，咱较多讲的拢是食文旦这件代志。是。啊，其实吼，文旦这农业出产地，伊拢会举办一寡跟文旦相关的农业活动。譬如讲吼，伫咧3、4月的时阵，伫咧西湖啦、麻豆啦、水尾遮个所在吼，伊就会举办一寡，譬如讲观赏油啊花的活动。啊，这个活动吼，就让互咱知影讲吼，油啊伫咧节气进前，伊花是是做安怎？到9月这文旦成熟的时阵啊，伫咧北里、西湖、麻豆，啊，佮东山遮个所在都举办卖文旦、卖果子的即个冰干的比赛。啊，伫咧其他的县市嘛有举办迄款，互民众去领养文旦树的活动。规年冬天你拢会使去赏这油啊花，啊去熟悉秋天产的这文旦，就是咱俗语讲的食果子拜树头，互大家知影这文旦是安怎来。除了吼，咱讲文旦的营养，啊，佮有一寡文旦的农业活动以外吼，爱食文旦的观众朋友上关心的物件吼，应该是讲安怎经文旦。其实吼，油啊皮顶管你甲注意甲看哦，伊皮顶管哦，顶面哦有一粒一粒的青色的点，啊，伊这青色的点吼，伊就是油啊油包。但是这油包吼，伊看起来你甲摸起来的时阵吼，油啊，嘿，骨骨啦，伊就代表吼，这油啊皮是较薄的，啊内底的肉嘛较油，啊剥起来嘛会较厚食。其实根据你买来要食的时间点吼，你拣的方法嘛无啥共款。若是讲你是要等到厝，特别随食，你就使拣迄款较浅黄，还是讲搁较深黄的迄款的油啊。啊，毋过你若是买回来像阮兜爱拜拜有无？啊，你就要放一段时间嘛，对无？你就爱拣迄款小可青青啊青色，还是讲有较黄青色的迄款。啊，毋过你若是要放吼，拢共款，拢爱放伫一个较通风、较凉的所在，啊内底的果子肉才会较甜安尼。
所以青色是较青，照着黄色的是较色的色的。啊，佮有吼，咱对油画的外形，你嘛能去判断。比如讲，你甲细细，你要看两边看起来敢有平动，尽量看起来爱是一个三角形。伊嘛会当用一只手安尼甲抱起来看嘛。不管伊大粒还是细粒，你甲抱起来吼，以后叮当的感觉的时阵吼，就代表吼，这粒伊温蛋吼，伊诶内底较把甜一点。伊就当摕倒去，豆豆啊慢慢甲拆食落吧。拆食落吧是啊，是讲咱就讲到这食油仔，其实有足侪的美感。啊，最近大家若是有机会买油仔转来食嘛，会使用咱讲的这个方法去家己试看卖，观察伊的外形，啊，佮有重量，啊，就期待讲文蛋节。文旦节，而且文旦爱配中秋的迄个烘吧，对。啊，中秋节要到啊吼，大家吼会当倒去看一下，你会伫外口咧拍拼的囡仔人吼，你会倒去看一下你的时段，团圆做伙，啊做伙食油啊，做伙烘吧，做伙食火锅，做伙食一顿饭啊，大家做伙。安尼无唔拿一顿啊，火锅烘吧。油啊，嘿，啊，可能一工，至少一工的。对，一工的你的schedule拢排好啊。伫这节日，你就爱倒去看你的时大人、爸阿母团圆一下，嘿，较会当互大家感情愈来愈好。对，安尼后回这时间继续看第一集恁等，拜拜。